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8月2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啊。这个财新网报道啊，他说融创中国上半年净亏损128亿元，会计师称无法发表意见。融创中国在8月26日晚间发布中报显示2025年上半年该公司录得营收199.9亿元，也就不到200亿同比下滑42%，净亏损128亿元，同比收窄14%。该公司财务状况仍然严峻，可供比较的是2019年和2020年，融创中国规模净利润分别为281.6亿元和396亿元。此后，公司业绩由盈转亏，在2021年至2024年，规模净亏损分别是383亿、277亿、80亿和257亿。那今年看，恐怕又是200多亿连续5年那亏掉1000多亿。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对融创中国的2025年中报出具了无法发表结论的意见，理由是其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但该公司能否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因素。这个可就要了命了香港的这个资本市场它跟内地还不太一样，就是咱们胡适这个季报、半年报是不需要会计师机构去审计的，也就是会计师机构审计机构它不需要对你的半年报要发表什么一个意见。你要让人家发表意见，那你另掏钱，要做什么专项审计，一般的只对年报进行这个审计。所以这个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对融创中国2025年中报出具无法发表结论，这可是个大事也就意味着这融创中国很有可能未来跟这个中国恒大一样要退市。第一个就是要它连年亏损当然了，香港这个股票退市的这个条件这个跟咱们这不太一样具体的大家这个去看。但是那个中国恒大是为什么退市呢？因为他给出了几个条件，中国恒大都没达到，这其中有一条恐怕就是审计机构的审计意见。而这个审计机构对融创中国的审计意见最主要是就是质疑它的可持续经营能力，也就是你这么一个企业没有可持续经营能力，就是没有说通俗点就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你万一下你都过不下去了，那你趁早解散呗，就这意思叫可持续经营能力。这就是我说的融创中国虽然它债务重整1次2次好像都成功，债权人都支持它，但是也不代表它就度过了难关，只是把它的危机延缓了1年2年或者3年4年，最终还是要爆发因为咱们这个房地产这个环境没有改变。什么环境呢？就是韭菜他不买房，韭菜他买不起房，也就是你房子卖不掉，对吧？你无论你展示什么财技、什么融资能力、什么化债能力，你都要还的，最终还是丑媳妇要见公婆这里就要说到万科了。万科昨天还是前天还来个涨停，就是你靠大股东给你输血，暂时度过危机，也就是没有暴雷，就是资金链没有全断。虽然现金很这个紧张，但是没断，但这没有用你盖的房子卖不掉，那这个只能是延缓你暴雷，因为这个钱你终究是要还的，拿什么还，对吧？你房子卖不动，那有人就说了，你卖不动那少做，不盖房子。那你万科你不盖房子，那你干啥呢？没有可持续经营能力也是黄。这些暴雷房企最终恐怕绝大部分还是要走这个破产清算的，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叫破产重整。然后这个佳兆业、碧桂园、富力地产纷纷发表这个半年报这半年报都是巨亏这2天晚上关于法拍房的报道一下多起来了你比如说这个新黄河报道他说威海一海景房1亿元起拍，1块钱起拍威海1亿元起拍海景房已有26人报名。这个原定于8月30号19时说山东威海一套海景房将以1亿元低价起拍，该房靠近威海乳山银汤，建筑面积为51.72平米，位于28层，一居室无厅一卫，实际上就是那种度假房虽然起拍价只有1元，但参加拍卖需要交纳保证金12000元。截至8月27日记者发稿前，已有26人报名参与竞拍，吸引3万多次围观。我这感觉好像是那个电商9块9包邮，这个为了吸引流量呢，吸引一波关注，对吧？这个叫低
第一帮帮团报道说，40多万竞拍到113平房子遭毁约。说福州黄女士啊，通过阿里拍卖竞拍一套113平方的房子，最终以40多万元成功拍下。那合着1平米都不到4000呢，就是3000多1平米。但是啊，却遭到对方毁约。在帮帮团介入报道后，开发商也联系记者表示，卖方并不是他们也并未与房百通，也就是那个拍卖的这个那一方啊合作。对此，房百通公司回应，委托人系一个工程人员，委托方因担心工程款回款问题，所以选择不卖了。对此，律师指出，此事无论委托方是何原因，毁约对黄女士造成的损失，应当由房百通公司先行负责，此后再由房百通公司自行向委托人追偿。记者再次致电阿里拍卖客服，对方表示，房百通公司入驻平台，有缴纳保证金，他们也会联系房百通公司进行处理。你说这不叫毁约吗？对吧？你拿出来拍卖，人家花了40万拍到了，哎，这拍卖方居然毁约，这个不能怪别人啊，只能怪平台。你也不需要找开发商的，跟开发商没关系，对吧？谁拿着这个上去拍卖的，你找谁？这个平台有这个审核义务啊，因为平台收了人家保证金啊，这种拍卖啊，还算正常。那下面还有这个叫什么凶宅拍卖？这个北京时间报道啊，说法拍房被注原房主跳楼身亡流拍。8月25日，记者在阿里资产拍卖平台上看到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一套商品房被注原房主在家中跳楼身亡，房屋将于8月28日上午迎来第2次司法拍卖。该商品房评估价为256万，第一次拍卖起拍价179万，因无人报名而流拍。此次是第2次拍卖，起拍价143.6万，比上次降低36万。目前尚未有人报名参加拍卖。页面以显著红字作出瑕疵说明：原房主从屋内跳楼后当场死亡，由救护车拉走，未再回到房内。继承人表示，房屋已空置，配合腾退，交付时以现状为准。这是原房主跳楼身亡。这个作为中国人啊，这个比较忌讳这一点，所以他这个评估价256万，现在起拍价只有143万了，到现在没人报名，就将近7折吧，估计也很难卖出。不管北京啊，杭州有个凶宅也一样啊。这个新浪新闻报道啊，杭州一凶宅法拍成交单价不到8000元，相当于市场价7.5折。5月30号，一套特殊的房源在法拍平台法拍，它就是位于杭州富阳区丁香花园兰亭5号1703室房源。这套房子2007年前后建成，建筑面积200平，房子评估价222万，但起拍价只有125万，相当于不到6折。这个打折幅度比普通法拍房还要低，原因何在？答案就在法拍页面房源说明里，其中有一条红色醒目告知，特别提醒：经调查，该房产于2015年有人跳楼自杀。也就是说啊，这套房子在很多人看来属于凶宅，应该都是跳楼自杀啊。但是不同的是，杭州这套房子它卖出去了。为什么卖出去了呢？是因为啊，今年5、6月份呢，杭州楼市啊比较活跃，当时起拍价156万，相当于二手房市场打了75折。但是75折没有吸引力，流拍。第2次拍啊，叫2次拍卖，起拍价降至125万，相当于每平米6200元，就是市场价的6折。这样吸引了很多人来拍卖参拍啊，结果这么多人一参拍啊，大家恐怕是上头了，居然最后是以160万成交的。就第一次起拍价156万没人报名，第2次125万这个拍卖有几个人报名，结果大家一上头啊，开始拍，最后是160万成交。这个数据显示啊，2022年至2024年全国法拍住宅成交量从8.4万套攀升至11.1万套，年均增长率显著，而成交率更是从25.4%跃升至35%，意味着每3套法拍房中就有1套成功易主，那还有2套没卖掉啊。尤其2025年上半年，仅半年时间成交量就达5.1万套，成交金额高达769亿元，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关于这个法拍房啊，越来越多，确实也影响啊很多这个银行和业主，甚至影响法院。这个房地产的专家啊，孟晓苏还有姚洋，他们对这个法拍房是怎么看的？也就是说啊，这法拍房越来越多，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导致这个很多人断供，导致法拍房越来越多。该如何帮助断供的业主？大家看视频啊。中央提了这么长时间的止跌回稳，为什么止跌回稳不住？法拍房起了很恶劣的作用。没错没错。你别看它拍不动，但是它的价格在这挂着，对，这就让房价起不来。
这个法拍房我们查了一下数据啊，2021年以后增长比例啊就上升非常快，啊，就每年就是这20%-30%，24年前5个月挂牌数量已经比去年同期啊涨了70%多。哎呦！而且啊，这个成交量啊，就是10%成交量，就是人们连法拍房都不愿意买。其实法拍房已经按照，就是比如一个房子打折7折下来啊，这个人还不买。法拍房它很拖累房产价格啊，所以这块你觉得是怎么办呢？应该说法拍房的这个出现和倍率增长啊，是房地产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非常不好的现象。挺好的住房抵押贷款的房子，为什么变成法拍房了？2个方向在发展，一个方向呢是房价下跌了，再一个方向呢是收入减少了。这2个之间是有关系的。刚才我们说到了，你这么多人就业，一旦是就业出了问题，收入出了问题的话，他就不能按照原来的这个和银行签的协议来付月供了。那银行这时候连姨妈说你违约了啊，就要法拍你。这是前一段时间银行干的事儿。本来是按照美国的方式，是要想办法让这些有可能断供的这些居民啊，给他各种政策支持，给他纾困，包括让他降低他的这个月供比例。美国的当年的规定是31%嘛以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收入下降了，你的月供也可以下降啊。至于说日后怎么延期啊，那就可以定了。这样的话就让他不至于断供了。这有人说啊，法拍了就是因为老百姓断供了，一看付不起，干脆不要了。这个专家讨论区啊，说来说去，实际上就是这个法拍房就是个债务问题，债务已经无力偿还，那怎么面对的问题？要么协商，要么走司法程序，对吧？这就是2条路啊。那专家的意思就是要协商，说一千道一万啊。协商就是说谁责任多一点，谁责任少一点。这个孟专家的意思，走到这一步啊，你银行要担起责任。银行怎么担起责任呢？对吧？他就拿美国举例子，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啊，这个孟小苏说的是对的啊，但是在咱们的银行这个经营水平啊，还有咱们银行的职责跟那个美国是不一样的啊。美国的银行人家叫混业经营啊，就是银行不仅这个吸纳这个存款放贷，银行还有证券业务，还有这个理财业务、基金业务，就是银行是全牌照的。咱们的银行就是一个业务，银行是银行。那个你像高盛啊，高盛它既是银行，它也有券商，也有投行，对吧？它叫混业经营。咱们的银行工商银行就是工商银行，它不能做券商业务，它也做不了经济业务。咱们的银行在这本质上还是就是吃那个利差，比较简单粗暴，所以你要让它干细活干不了。这个孟小苏的意思就是对银行提出更高要求，对吧？对风险的甄别，不就这意思吗？就是风控啊，你要细化，这个实际上银行做不到，所以说这叫理想主义。你把球踢到银行这儿，那就容易引起这叫系统性风险，对吧？你让银行担这个责任，他担不起，对吧？你让银行不要拍这个房子，你不管出什么政策啊，那最后会导致银行的坏账会上升。银行坏账一上升，那银行的这个是不是利润下降？那银行那边胡适还需要银行，对吧？银行在胡适还要扛大旗，难办啊。实际上银行已经变相的在往房地产输血，对吧？比如它的什么经营贷、消费贷，大家拿脚趾头想一想都知道，这玩意儿真的谁去贷那个经营贷呢？谁贷钱借钱消费呢？这钱最后都是绕来绕去，都是绕到那些炒房的人手上。所以这个法拍房啊，我倒是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呢？就是对那些断供的人应该施以帮助援助啊。那怎么判断呢？就是1套房2套房。如果你名下只有1套房，对吧？你断供了，那就调查你原因。如果你真的是失业导致的，那么银行跟你协商，对吧？给你缓3年，这3年你不用付利息，就是有一个区别对待啊。如果你名下2套房你断供了，那你是炒房，对吧？那你的风险自担啊。1套房那是刚需，对吧？你买2套房，你说你还不起，你不担责任谁担责任呢？那你炒房失败，那最好把你2套房都给拍掉。还有一个啊，你像美国人家那个按揭贷款买房啊，人家是以房子做抵押，对吧？到时候这个业主不还了，断供，银行把房子收走就完了。但是咱们这不是啊，咱们这就是房子啊，只是风控措施之一，房子抵押给银行，完了你还得签这个叫无限连带责任，也就是把你的房子拿去拍卖，如果这个钱不够，那你还得想办法找钱来补，就会存在一个什么呢？你房子没了，但你还欠银行钱，这个
咱们经常节目介绍，对吧？很多韭菜买在高点，结果一断供，银行把他房子一拍卖掉，他不仅他的首付打水漂了，这几年还的按揭贷款、还的利息都打了水漂，完了之后他还欠银行钱。那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叫宁波网友镇海胡彦祖，他就发帖说2022年掏空6个钱包，贷款180万，买了套88平的安置房，如今房价大跌，就算把房子卖了，还得倒贴银行50万。就这样的故事特别多。就这一点我们应该怎么跟这个美西方取经？人家是怎么做的？就是说韭菜买了一套房，如果真的断供了，那银行就把这房子收走，银行跟这个业主之间就债务关系就解除了，房子你拿走了吗？只有这个业主他也吃亏了，他首付没了，还了几年的按揭他白还了，银行也当风险，因为银行把这个房子收回去之后，他这个处理完这个价值恐怕不一定能补得上那个债务。但是这个对断供的业主至少也友好得多吧，就是你断供了之后，你把房子没了，好歹你没有债了，现在你房子没了，你还欠银行一屁股债实际上这些都是导致楼市一旦进入这个下跌这个循环的时候，它没有办法止住下跌那大家都担心对吧？我买了房子一招不慎，不仅这房子没了，我还倒欠银行钱，谁愿意呢？今天为什么说法拍房呢？因为这个很多事情都是互相影响、互相叠加的。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组数据说中国有1亿人面临信用逾期风险。这1亿人怎么来的呢？说首先第一个是信用卡逾期，2024年末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是1240亿，这个同比增长26%，人均逾期1万元，影响超过1200万人。这是信用卡逾期到2024年末。房贷逾期呢，说1.2亿房贷家庭中有3750万月供占比收入超50%，就是你收入的一半是用来还月供，这个有375万户，说白了就是高风险，对吧？它是杠杆率太高，它一个月挣1万块钱，有5000要还按揭贷款。网贷逾期，2025年逾期人数突破3000万人，部分平台年化利率高达18%到24%，加剧债务滚雪球效应。剩下的包括这个借钱创业失败这个群体，至少是千万级。中国25到35岁群体负债率78.3%，90后逾期率高达42%，95后高达57%。中国年轻群体平均持有2个网贷账户，35%因金融素养缺失误判借贷成本，也就是被那个网上借贷平台小额贷平台忽悠的说借1万一天只要多少钱，实际上那个综合算下来，那个利息都是12%、15%以上。当然这些群体有重合的部分，就有的人信用卡逾期，他网贷也逾期，但是这个群体不小，14亿人里面有1亿人面临着这个逾期风险。我们再看根据央行数据，截至2025年，全国约4.9亿户家庭中，存款超过50万元的家庭占比仅0.37%，约180万户。这意味着超过99.6%的家庭存款低于这一数额。从分布来看，这部分家庭构成了明显的塔尖群体，与存款不足10万的40%的家庭和存款为0的甚至负债的家庭形成鲜明对比。负债家庭是7.1%，就是他们一点存款都没有，全是负债。地区差异显著加注了这一水平的相对性。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存款超50万元家庭比例达到13%，上海更是有31.5%的家庭达标，而在3、4线城市，这一比例降至4.1%，农村地区仅为1.8%。这就是中国目前对吧这个居民负债家庭存款大概的一个面貌，对吧？你要按照这个招行金葵花客户但是90%的人存款在1万以下，这招行的金葵花数据反正这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全国只有180万户存款超过50万，这就是第2大经济体这么一个现状。所以说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法拍房会越来越是个问题。接下来老赖只会越来越多，钱是越来越难挣，钱出去了就有回不来的风险，所以钱只能放在银行。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